合身的，一休水天路，一步走给一层风哦，无三无四改土地呀，无三无四。 改土地，无三无四，改土地哟。秋风又调，碧塘游，水天又山。 我给予家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アンさんは国語課程を申請するように。奇遇了。准备来。冇得考。學校嘅先生喺個門日本名，唔准安尼講。愛子先生。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改めまして、愛子先生。はい。大日本の勝利は確実だ。戦争はもうすぐ終わる。多少安算5年前，阮老卡匠真三查。說得真意料。 来，多謝哈。謝謝。有時候長頭髮臉，一下想起來，仲係同久之前的事情。其實要長6年天啊。這因為一2年發生咁多事情。 好來。哦。我有。辛苦哦，安子些。 快轉來，什麼？太子，太子坐，辛苦誒。冇強樣呢，太子，太強上嚟哦。一樣嘛，我係唔愛聽伊啦。阿姐同，什麼你照顧太子？應該啦。素妹，素妹，阿爸未啊？我到過。 阿妹，阿爸看一下。素妹，應來應講呢。素妹再來，素妹再來。阿姐，素妹，來，我哋慢慢看啊。阿妹，阿妹。 轉來，阿妹，你轉來。太子同，唔是阿姨啊，青龍色啦。哦。太子，素妹從較重要嘅哦。哦。素妹，阿婆婆也得見用哈。哦。
无人我婆讲人是说，难怪哦。阿妹，很歹势哦，以下怎来看？要紧。无按客气，唔着做得转来，我就当欢喜的。苏妹，请我吃隔壁。来，上面卤味泡菜，你吃惯啦？大姐，泡菜好食吗？卤味泡菜哦，真紧一定好食，无人比得。我卤冻多，不用带转去。好啊。原本也很闹热咯，很久无按到人穷下食饭呢，真紧当好。阿梅，你吃。我先想了，像的啦，吃饭了。嘿呀，吃饭了。吃饭吃饭。来，摸得口。苏妹不会天主呀？喂喏，伊啊哈懂杀素哦。苏妹拿到神奇有去种葱呢。中通？苏妹按回头数啊？对啊，呀，又乖又聪明，错。阿志同啊，你就最近动不会搞。哪有啊？好啦好啦。那因说苏妹冇办法去读书啊，好得有呢，阿志同。哪一出到哦，现在的生活都穷用啦，都爱读书啦。所都去符合教育哩，就要安尼写的啊。错咧，讲到遐囡仔就上道，竟然假片有强骗讲我过命。穷白羡慕啦，就迄金贤太假怪。其实哦，去年就改咧，不过也懂麻烦，也日本人落的时节哦，给阿公婆还输起来哦。佢讲也会拜个日本的神叫做阿妈提拉斯奥卡米。错啦，阿妈提拉斯奥卡米。哪一出到阿妈提拉斯奥卡米，和你拜伊较好，才不会出事情。没黑啦，尤其系亚哈哦，你看一下周生的，还做一下生祖宗，懂得的事情哦，还谈法较好啦。竟然假骗钱呀，喏！穷用啊，从迄开修小迄个 TPA 单位，公发老做事情都会较生意着的。生意落来做主总，恭喜哦！唉，伊也毋捌介好恭喜的喏。人有讲啊，你做主总哦，还要带头作用，迄无就会帮你看门的嘛。系啊。看爷日日过得安好，当然欢喜啊。做的哦，就本下做的会去法联国，安阳就做的，他做的会多东岸上。下次会演分啦。来唐讲啊，年俸升官的啊，安年补卡就较好过的，迄么？年俸也较会赚钱，讲法就较太上，连三妹就谈价个。用的咯，发生乜嘅事情啊？无用的啦，还记得爷爸嘅地天无？本来我迄想讲留下来做风水，年俸就要漂本人，总惨的。啊，三妹讲清楚无啊？娘妹无，三妹就讲
中餐的较好加，风水的人会请。不过，过夏天，林也爸个风水动群，我就想，我放年后做一啲嘅。哇，要迄身材哦。太子啊，无啦，也唔要潜行的啦。因为日本同事哦，嘛袂行来的。昨晚伊在遐听听，行来就讲我做日本的，故说那就先去买本来。伊啊哈，你看一下，董事冲司哦。哎呀，无啦，就是上网做生的，有乜个事情就来开下批哈一下。那么你呢，上网存钱，按你亲后啊。上妹哦，要动用面子哦。也会应该做嘅。反正运动欢喜的，看到安尼啊，想法咧紧来紧好。怎诶？你迄唔要准备留几块天水本人的做炒面啊？太子啊，要看事情的案例啦。遐边人哦，全部都要替水本配人种餐的，遐就出年来提提，要全部不能比例等的，还想有东西慢慢我个用啊。总系啊，现在着做真的哦，应该要顺电斯坦人的意思啊。唔讲迄么？个天全部都不能比例等的，安尼风水面唔好咩？还有啊，安尼会影响到子孙啊。那迄风水唔好。下面做点想办法，留佢变好啊！太子啊，你也无迄都不卡，当然对因来讲无乜个影响啊。怎么讲也对，我唔得讲嘅法。你为安尼讲喏，我们爱人呢，佢要相真呢。错啊，你喺相真啊，唔讲唔听摸嘅呢。还有啊，照理来讲。要对个事情，哪能什么去搞要处理啊？太子你就唔是谁了。发生乜嘢事情啊？阿欣呢？你有冇擦手啊？来。阿欣，你有冇弄？阿欣，你来了。擦手呢？发生乜嘢事情啊？你怎么在手机呀？发生乜嘢事情？我冇冲到佢，佢去到救助了。你都冇看到佢咧？乖啦，哦，冇哈。阿欣，冇叫，我的跑。乖啦，哦，冇叫啦。冇叫啦。哎呦！一次比。
把薪水摕来啊！我迄唔免对书面摕学。摩托课唔顶用会下露台，主管我老阿平，我叫伊只露台本去做盘。阿星懂难土，我所有的时间就用来土机，也不会很辛苦。一项也都转来，我真欢喜。不过歹势啦，我无和老母老叔们讲法。哎呦，放心啦，我了解了。书面一下变到较低思理，较晓得想。我记得头摆，伊唱的念念中，我还无骂惯。本当摩托课做伫迄啲木卡过好生饭，唔是去法令讲是按多苦。其实，我曾经对佢伊讲唔对，唔好安尼讲。我老见搞得同好，唔比我还较会搞生意嘅。什么爱？阿妹嗰啲风水天，我想了解你嘅想法。一个事情，我两公婆有老阿妹讲好嘅，汉爸有赚钱，我就老阿妹买一块较好嘅风水天，伊也有同意啊。你又唔係唔了解阿妹嘅心，佢就會按你啊。最後我冇事情，其實心肝都動艱苦呢。歹勢啦，應付老人講好嘅，我冇法度。上6年天啊，睇家做變呢，唔熬年俸，你變千多。有没有3年做的呀？给俩今天的，有讲个神的没出路。神呢，本命早到诶，等下就会出来了。阿妹，歹势，我又要離開誒。我細師太嘅，咱也嚟去講。唔好安尼講，有什麼記得照顧我，唔會是白你啊。我很愛看阿信誒淘寶娘，我要做阿太啊。踩落咧。哦。阿妹，阿什么？家己落去了。我错啊。书面啊，
要好好通睇下伊的发，对冇？好嘞，时间差不多了。不要补充哦。唔得去搞生意哦哈。天一拜离开屋卡，那吃到山茶，恋爱渐来渐热，对佢嘅感觉咪渐来渐浅。冇听错，三个嘅片，正系爱嘅屋卡。这是征收的公文，请大家拿回去看一下。我跟你讲，现在回去县府，让他们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谢小姐，我要回民宿，要一起吗？刚刚怎么了？县府的人拿拆迁公文来。拆迁公文？说要征收公路拓宽用地，我们几个居民当然不同意啊，上法院控告他们征收不合法，结果高分院直接判我们败诉。现在可好了，县府直接拿公文啊，20天内强制拆迁，怎么有这种事啊？气死！哎，阿玉姐，你回来啦！刚刚江妈妈有打来，他说什么？她太担心你了，怕你惹祸上身。我妈就是怕事，她自己啊还不是一样，判决书下来，整天骂来骂去的。所以要被征收的，我家啊，我们在那边已经住了20几年了。哎，水。好。现在要他搬到别的地方他肯定受不了的啦。重点是这个征收根本就不合法啊！朱小姐，我跟你讲，以前那个都市计划没有划到我们住宅区，都是划到外面那个农业用地，现在县府就是假那个都市计划之名，行图利之实啊，根本就是让那些建商炒地皮用的。上诉都没有用吗？哪有用？官商勾结，法院跟政府都是同一家的啦。你有判决书吗？方便借我看一下吗？你懂法律哦？有，来这。所以你们现在计划是什么？还打算上诉吗？想再上诉啊，那就怕被驳回。我们已经组了一个自救会，要跟他抗争到底。政府要征收你的土地，一定要具备不可取代、非比寻常的公益性和必要性理由，因为这牵涉到征收你土地的合不合法跟正不正当。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再把计划书很仔细的看一次，
找到你们觉得质疑的地方，或许可以是突破的点。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再上诉一次，有机会再赢，对不对？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但是通常我们不能做保证，因为以前也处理过类似的案件。薛小姐，你是律师哦。那我拜托你一定要帮我们这个忙啦！我妈跟我爸辛苦一辈子的心血全都在这了，拜托你帮我们打赢这官司，我跟我妈绝对会感激你一辈子的。原先他们并没有就计划书来反驳，我想会是一个机会。老师也请你帮我看一看，看看还有没有更多可能性。我想他们都住在这边20多年了，我想说试试看，希望会有机会。谢谢你，每次都麻烦你。还有一件事情，我这里可能还需要几天，还有一点事。谢谢，那公司的事就麻烦你了。一次比相爱同一次，一次比。阴阳木乃3年生，学校的气氛变得较紧张，下课的时间不时会变更多。佢係檢討沙嘅塔納貝先生，談講佢當年8年30公斤嘅沙包練習，用這種方式來鍛鍊體力，係全學校嘅模範。起きなさい。寺脇先輩。君たちは勝負をして勝った方がこの本を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うだろ？そして君は負けを認め約束を守った。負けを認める、これは簡単なことじゃない。そうだ、君たち先生と本当の剣道をしてみるか。はい。構えろ。しっかり腰を使って打ち込む。打ち込む。もっともっと。よし、構えろ。けども田辺先生よ、どうせ入れたわあれは日本人野蛮な遊びで。やめ！腰に力が入ってない。ここからしっかり。いいな。はい。君もだ。しっかり力をここに集中させる。分かったか？始め！
走了。さよなら。多谢。好另外咧。无要紧啦。你咧看阮拍拳道？他那白先生，敢若甲你来学生哦。他白先生哦，真正足厉害呢。我进前哦，连水敢足够走的，想袂到伊拳道阁遐尔厉害呢。我真欢喜会用互伊教着。莫罗科。豆嫂，迄是阮豆嫂。阿伯，你好。我是 Nike 啊。さよなら。さよなら。今天也同学。天훈先輩、先生と剣道練習してるんだ。剣道か。難怪看起來安有精神哦。好。啊。啊，開要緊煞。啊，開會唔着攏是咧講遐，愛咱本島人哦，較踴躍的去參加志願軍啦。嘿啊，下擺志願軍哦，4月就要出發啦，咱這嘛袂歹，有無就10幾個呢。啊，毋過吼，因好過愛愈好啦。山田さん、どうしたの？ふるさとの長崎から手紙だ。兄に招集令状が届いたらしい。兄は体が悪いんだ。それでもお国のために命を懸けられる。俺は喜ぶべきだ。帰らないのかい？ああ、少し残るよ。帰ってもやることないんだ。一緒に教会あゆこさんのお父さんに挨拶に行く話、時間は決めた？いや、まだ決めてない。なんで？あゆこさんも同意したのでは？心配なんだ。もし俺も出征が決まったら、あやこさんがかわいそうだろう。山田さんはもともと検査を取らないし、過去家庭で息子のことも男子一人は残すはずでは？今はそう言ってるけど、この先はわからないよ。安心して。新聞に毎日アメリカ劇貼とある。すぐ勝つよ。ああ、そうだな。勝利はすぐそこだ。あ、行こう。帰ろう。あ。愛花さんは着いた？あ、中で待ってる。じゃあ中に行こうか。あ。山田です。綾子さんとの結婚を前提とした交際をどうかお許しください。李牧师，山田さん是我最好的同事，伊的人品我会当保证。你要相信你家己的选择啊！父様。
有一日中转，看到佛卡有合同的，卡匠讲，这是阿亚克先生老亚马达桑天父的系统。ありがとう、もどかちゃん。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お姉さん。喂，喂，喂，请问你哪位啊？你是他太太吗？早安。哎，雀小姐，你怎么都没吃啊？那个征收案，麻烦你哈。不是啊，我没有睡好，所以。哦，不然你吃菜好了啦。这个菜都是一大早我妈送来的，很营养的哦。我早上看到那个是你妈妈啊？对啊，身体很好哎。乡下女人都嘛这样。好啦，你多吃一点，这么瘦这样不行啦。我去忙了哈。谢谢。一次比相爱同一次，一次比一起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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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立。一起立！一起立！一起立！休憩！先生、どうぞ。ありがとう。綺麗な山だ。登ったことあるか？ありません。先生はある？この山はキライ山といって3560メートル。先生はこの山に去年一人で挑戦した。頂き直前に天候が悪くなって断念したけどな。それから毎日30キロの砂袋を担いで鍛錬してる。
ここにはこんなに綺麗な山、そして美しい空気。先生の故郷にそっくりだ。だから先生はここにいる。日本で嫌いは妨害。だけど先生はここが大好きだ。だから今年こそ必ずこの山に登ってやろうと思ってた。でももうそれも叶わなくなった。先生に徴兵令が来た。ほら。体力あるな。初めて担ぎました。重いです。こんな小さな体で大したもんだ。こんな重いの担いで先生についてきたじゃないか。忍耐力ある。我々日本人はこれを武士道精神と呼んでる。武士道精神？うん。常日頃から努力をして自分の真の力を発揮するときに自分の力以上発揮する。これが武将精神。先生の用人ですか？昇君、先生がこうやって鍛錬しているのは戦争のためだというのかね。みんなそう言ってます。大きくなったらわかる。行くぞ。いらん！先生がいなくなったらもうこれを担ぐ必要もない。私は日本人だ。君は違う。天一年，他那邊先生都全學校所有人嘅分數下出征咧。一到同學就叫咧，佢挖條對大家行權利，個個就大步離開。先輩，他被先生找。我知影。我嘛想要甲伊去。先哦，今晡日忙到死。也不必平时啊。韩哥啊，良心要我批给没？今晡日好搞，先生要安尼讲呢。虽然波子讲伊本要答应婚姻的往来，不过因为喏，唔要安尼想的嘿。美国是一个强的国家，其的土地
人口都喺日本的企业批，用咩案件他就输。安尼讲咩嘿？好了，吃饭，好。嗯。みんな集合してくれ。はいはい。山田書記官が召集令を受けた。はい。天皇陛下のために戦場に行けることは一本地にとってすごく光栄なことで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命を懸けられるのは実に光栄なことである。わしでさえ徴収を待っておるのだ。だから我々は与田君のために喜ぼう。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半月後に出世だ。山田君が勝利して無事に帰還することを願って愛国婦人会に千人張りをお願いした。感謝いたします。山田君出征後の書記官についてこれまで日本人が赴任してきたが、わしは今回特別に台湾人を任命したい。木村君、君がついてくれるか。私か？木村君は本省勤務でもう10年になるし、成績も優秀で日本語に関しては問題ないし、わしはふさわしいと思う。はい。あさん、今日は思いっきり飲もう。絶対帰ってくれます。帰ってくるですよ。私は待っていますから。内地へ行く少年校翼の選手を募集してるのはなんだろうな。先生講成績好，才應該紅選到。唔信你要參加吧？還是要去種的所在呢？
是你。